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外匯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6月17號，中東局勢終於出現明顯降溫，油價急跌，市場氣氛好轉，都利淡咗避險貨幣美元。我哋認為短期美匯指數或者保持喺98到102區間上落，但中長線有機會回落至到95至到96水平。早前澳洲央行議息維持利率不變，雖然政策取態中性至到偏鷹，但係花旗分析員認為現時政策利率對通脹嘅限制性並唔足夠，所以預期當局喺8月會再度加息25個基點，息差優勢或者會利好澳元後市。而日本央行就加息25個基點至到1厘水平，但係央行成員淺田統一郎就投反對票，令到日元轉弱。但係花旗分析員認為，當局有機會維持每半年加息一次嘅步伐。隨住美日息差收窄，中長線有機會利好日元。今次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